好啦，乡亲朋友，歇空过後，轉到了福氣來嚟了節目嘅現場咯，今日係8月後是生產線咯，來同大家紹介到嘅就係呀熱天時節吼，可能多人啊，像我哋一個試下嚟清涼功夫嘅一個椰哦，唔係單唱椰水做嘅食，還個其他咩做嘅來做利用啦，吼，也我都想我來上個技術來冇人哋點睇講吼，所以頭先來提到嘅吼，即按道嘅一條常識講真實嘅吼，冇講可能鄉親朋友真實唔對哦，佢每講嚟睇家都想學有道嘅認識嚟哦，也我都想我來問啊，椰來講啊吼，一條椰，吼，即講愛種一久嘅時間，這樣做得要按太雜嘅椰做得來熟成。最少要種7年以上。種一條椰樹要種7年以上，咱開始哇，當久呢？伊當尾大時間最少要差唔多係8年至9年嘅時間。古說，那麼有正常。7年開始要打，去8年嘅時間，咁打正常多正常打，啊過後就正常打咧咩？係正常。過後正常打做係大球。哦，椰嘅壽命當長，它有最高可以做70年。70年吼，古說你看頭前登記7年8年，過後做對數70年，上來吼咩當上年貨咧吼。都當古伊啲椰咯，要成長咩？係。因來喺英國啊。因來喺英國都係較艱苦做啊。哦，真係啦吼，雖然講做對數嘅70、80年，唔過一個因來因睇頭，因來因過啊，吼，因為真是有較麻煩嘅位吼。像按多年咪喺攞去做啊，攞去保養啊，我保養我照顧佢哦，還有皮料皮絲咯，係做唔得個冇去插嘅，冇去插而家都佢都冇好數嘅，係冇數嘅。哦，有講到椰味啊，嗬，你睇啲從頭談到嘅，就是買大王椰子，錯嘛？你都種嘅品種都係椰種係嘛？沒有大王椰子係唔係椰嘅哦，霸王椰子係啲露樹係造景用嘅哦，佢唔會大椰嘅。椰種係看醬嘅，看醬嘅露樹看醬嘅哦。阿楊飛真實在哦，因冇去注意都想起係大王椰子應該就係椰樹嘅。佢種梨口啦，唔過唔嘅唔係。大椰子嘅呀，佢冇大椰，係冇大椰。椰做基本嘅，鄉親朋友應該未學到嘅。啊，古時做嘅大椰嘅椰樹，上來係上來係過去談講啊，哦，喺東南亞講過帶過來嘅種嘅，係啊。嗰度大家當人們嚟講，啊，我覺得椰台灣啲椰有窮樣冇，係講窮樣啊，試起來沒窮樣啊。只是管理嘅方式有窮樣冇，然後邊種嘅體質有窮樣冇，安尼聽啊。哦，其實管理嘅方式，種嘅也個人講到體質有窮樣冇，其他嘅人講品種，睇睇都窮樣。差唔多嘅。差唔多，啊，冇分品種都差嘅。有啲嘅品種冇窮樣，有突然啲基因嘅問題，你留嘅種嘅較好，比如講有較硬咧，哦，有較嘅。產比較多嘅，較豐椰嘅，哦，嗰啲搶椰殼較多。纖維多嘅，你都攞去按照。啊，水少冇。你攞去按照膨風椰嗬，年睇講膨風啊，嗬，即係你講到膨嘅改啦，嗬，即係講嘅發言就冇愛心嘅嗬。聽講咧，前係啦，啊地杯冇水。都係日椰太麻古咋，啊唔過地杯都做冇麻嘅水，你按照膨風椰，好，一係用呢條嘅嚟。點解按呢名膨風椰啊？當傳承當好啊。啊唔過你管理啊都椰嗬。以艱苦嚟講，我更加一般，人哋南部人種椰都講，唔係講7家可以去留意摘到嘅東西，要特別嘅功夫，白椰嘅樹啦，要發出摘椰嘅椰。哦，按樣去，你愛用嘅來摘椰哦，來留太陽光。用然後去北上去摘了。然北上去嘅，你記得嘅後記啲記愛白樹嘅做當家。係啊。唔過然愛白硬個嘅樹嘅按樣係白。咩當家？咩當家？對專業嘅人咧，白嘅樹。愛訓練冇？愛訓練哦，愛訓練。你拖一檔好，愛曉得摘啊。係。啊，有嘅你體力啦，那有法度摘椰。都可以椰嗰陣唔會太好，椰係全部嘅東西。
不過十多也過時係唔免快。哦，冇按改呢吼，講種愛種7、8年、7、8年才有好正常數，韓國咧，8到10米當去留一個架嘅吼，摘下來也好，按個色彩哦，還有經過一個訓練，像一下方面可看到嘅吼，也就係你專業人士都嘅摘架嘅吼，摘好嚟過後，唔係直接拿下來係用一個熟嘅，慢慢留佢溜下來，慢慢留佢溜下來。把啲天球地板慢慢地攞去扮出來。韓國做唔到同態啲，以下按用對個個嘅蔬菜掉下來嘅，都煸起去，煸起去就冇好食。啊，點知咧？都呀，因為做得摘一道啊，像按用嘅方式。像按嘅方式係每炸嘅人嗬，因為差唔多幾千斤咧冇問題啦。13年做得摘到幾千斤咯，2、3年。我哋做啲手工，啲師傅嘅嚟摘。一個手工，一個師傅2、3年搭起，做唔得13年去家去摘危險。13年也可以啦，都較甜啊，較甜啲喎。像掉牙下來嘅時間，我攞去切熟嘅。哦，熟嘅我攞去切下來，啊，切熟嘅行嗰個來上去。真係呢。下牙嘅時間，我攞去聽講茶單，我可以追出來。13年都講唔贏嘅。講唔贏，啲當甜，白薯嘅白嘅要當甜。係哦，白薯嘅都按用佢黏黏嚟嗬。啊，係我個去家13年啦，按到嘅牙全部講到茶單空，食材冇按改。都係講，看牙係啊，冇抹嘅人，實在一粒牙，10多也唔係咁簡單。哦，古數咧，可以向親朋友啊，上班下嗬，應講到愛食福咧，可食到一粒一牙，嗬，冇按改冇按簡單咧，嗬，喺買到來嗬，因都愛食啦，嗬，冇講阿記得本能啲，嗬，冇個表現快睇下落去跳得啦，嗬，好講到牙味啊，嗬，一個熱天時節，嗬，頭先因講到嘅嗬，竹燒發燒嘅時節做得食滋滋嘅，也就係牙水。推火啊！喺講熟嘅嗬，因都平時愛熱天來食，轉咗涼水來食嘅時間，因愛食熟嘅。一個地杯都有乜嘅營養成分冇？地杯水牙嘅水係有熟嘅牙嘅嗬。係。其實係嗬，我哋一般東南亞地方嘅人嗬，係而係冇食水嘅。喺台灣而家只有食水嘅。佢東南亞地方而係食嘅牙嘅肉。係。地杯肉，地杯有微量元素。對身體動好，牙嘅地方可以做椰漿、牙嘅醬。椰漿係乜嘢做出來？椰漿攞牙嘅肉地方打醬打出來。你牙水倒出來，嘅攞杯嘅層拍拍嘅，斜斜嘅。拍拍嘅係。哦，錯。嘅拿嚟做牙打醬。做牙。古種啲椰漿都係牙肉打出來嘅。打出來嘅，哦，按樣。普通一般泰國料理店都會做到嘅咖喱雞，咖喱都有加嘅椰漿。你嘅我加掉椰漿，嘅米絲汁會好啦。學也最講到椰漿係牙肉做出來嘅。一樣想到咧，椰果咧，椰果有咩哦？椰果係一般咧係生物嘅東西，係用地杯落牙嘅，落牙嘅，無殼嘅牙嘅，熟嘅牙。即係 Andy 講嘅牙嗬，長帶膜係好粗細嘅，唔過一個本件不用嚇叫到嘅。唔係不用睇蘇丹行嗬，都蘇米丹熟嘅嘢。愛熟嘅。因為牙它本身嗬，伊都會發酵，發酵地杯啊，拿個水拿起來，啊做用嘅醋酸菌發酵。我用嘅係椰果係用嘅嚟膠體做出來嘅。哦，按樣型，古數唔係你講嘅牙肉做出來嘅啦，嗬，一般攞杯食到嘅椰果係按樣做出來嘅。椰果係用椰水做出來。哦，椰果係椰水做出來，椰漿係椰肉做出來嘅。按樣向前屁股應該弄清楚嚟啦，嗬。古數椰水啊，嗬，喺上班下睇下都搶啲好食啦，我都唔知講佢係哪位來韓國用嚟做，好。啊！日黑眼面頭前看到椰應該就係你嘅椰果，椰水做嘅，椰水做嘅，一種唔係你嘅椰肉做嘅嚟哦，唔係，椰水做出一樣嘅東西哦，嘅水嚟留嘅魷魚同樣，然後
哦，老應該用嘅安樣 QQ 安樣當成牙嘅一隻感覺。講 Q。哦，像嘢做係你做係要經過加工啦。經過加工。哦，一般來講咧，佢嘅量啊，嗬，都冇俾識到嘅，像佢嘅量一簡單做冇嚇。伊冇簡單做，一擺。一冇簡單做，估數佢嘅產量上來。產量咩一多啦？你講東南亞地方一多啦。哦，估數都冇俾識到嘅。咁冇咁多啦。有可能係一個進口嘅。有可能進口嘅。好，你做得做椰果，做得做椰漿，嗬，還做得做乜嘅嚇？還做得提煉出乜嘅嘛？提煉一條東西。香精也得攏可以啊，做洗手液也得攏可以啊，也係一個當好嘅東西，你話，唔係單止做安尼了。係啊。還要做其他嘅啦，嗬。做當多，我講頭先咧工藝品啊，就全部都可以做嘅。哦，好想係看嗬，一下你都講到椰水啦，嗬，椰嘅肉啦，嗬，啊，你嘅椰油咧，椰油啊，係椰油，錯嘛？椰油有咩嘅椰肉地俾做出來嘅？咩係椰肉做出來嘅？椰幾多做嘛？多椰差唔多愛多會，它會發芽時間，嘅椰肉地俾都有油。嗰種一冰到，都俾成張都有肉嘅，冰到粟米蛋，冰到粟米蛋，冰到凍落嚟。凍落不落到而家要跌下來嘅。落到而家跌下來過後，一種嘅地杯椰肉，地杯有油。椰肉地杯度都有油咧。哦，嗰種咧，應講到愛做萬嘅東西來講，嗬，可能一做椰油來講，就愛熟到佢即刻跌下來嘅。其他嘅你就是做的用椰水啦，嗬，來做椰果，嗬，用一個椰肉來做一個椰漿，韓國做的提煉做一個應該椰油香精也都全部做嘅點做呢？哇，像椰水韓國椰肉就做得做很多東西，還有冇講到嘅冇？喂，呢度喎椰地杯運。包括外皮、內殼，全部都可以，全部都可以。做得實咧也用成啦，嗬。太體都做得做一條東西咧，嗬。可以嘅，做。好。一用成薄殼，佢哋全部都可以用。好，嗰生下來呢，嗬，你講起一條部分呢，嗬，都講到那邊講做得做當到嘅一個工藝品嘛，嗬。香港一下面頭前也會擺到嘅。一等於愛攞佢做成工藝品，其實咩愛時間咩愛去問呢？也都用看到乜嘅東西，唔想去比做乜嘅東西，也都用創意嘅空間來做。也都有限嘅時間，也都引起問影響。像比如講我哋沙旗啊，大家人閒嘅啊，都拿一度都材料啊，做啊都可以嘅啊。本大家來聊天啊，來接近啊，大家人可以大家共同來做一啲 DIY 啊，工藝品啊。嗰時候你都會下一個你都想向佢設計咯，嗬，種椰，種有一塊嘅素材，一下目前設計有上過冇？椰做屏東嘅椰啊，一年設計咧，設計種有幾多？冇多嘅啦，1公頃。1公頃，我1公頃都動態嚟哦。即係1甲棟差唔多係嘛？1甲棟嘛，嗬，再過來就係，你都幾隻嘅屏東來講咧？幾隻屏東拍人家拍為2000人甲。2000人甲，哦，上來當多啦，嗬。都較少咧。做得應付到喺台灣設計嘅一個類似嘅市場喎。唔拉咧。係唔拉？唔拉，一年咧也要進口量100萬噸咯。哇，真是呢，嗬！好，嗱，來連睇個來講到一個椰嘅項目，真是嗬，即講冇講鄉親朋友可能是唔知啦，嗬。日常來說到一個椰水來講，嗬，一定幾下年嘅，韓國一椰嗬，應講真是咧椰肉，韓國椰水也做出來嘅椰漿也掉嗬，做得做乜嘅用嘅料理咧，嗬，應該下天整個技術來聊鄉親朋友來講到成都有邊哦，來聊下歇困下。